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aylor。鑑於 Spotify 同埋 Apple Music 都出咗呢個無損音質嘅選項啦，咁樣好多人都係用藍牙耳機聽歌嘅。咁我喺度就教一個方法，令到大家去用藍牙耳機都可以發揮到無損音質最好嘅音效。咁首先你要準備一部 Android 嘅手機啦，仲要準備一部行 Snapdragon 晶片嘅 Android 手機，仲要唔可以係 Samsung。一陣會解釋點解唔可以 Samsung。係啦，跟住你亦都要買一個係支援 Snapdragon 晶片嘅耳機啦。你可以上去 Snapdragon 官網度睇下究竟邊啲耳機係支援嘅。咁我自己就用 Bose Ultra 嘅耳機啦，咁樣就支援嘅最新格式嘅。咁當呢個 Snapdragon 晶片嘅手機連一個 Snapdragon 晶片嘅耳機呢，咁就會觸發到一個叫做 aptX Lossless 嘅一個音質嘅。咁呢個音質格式呢，其實係近呢幾年出嘅啫。咁佢係可以令到你聽藍牙都可以聽到16bit CD 音質，咁但係比較複雜係因為你都要用 Android 手機啦。咁另外點解唔可以用 Samsung 嘅 Android 手機呢？咁因為 Samsung 佢自己都有音頻格式嘅，咁你要聽翻 Samsung 自己嘅耳機呢，先至可以去發揮到最好嘅音質嘅。或者你話唔想換一部手機，咁你睇下有冇啲舊嘅 Android 手機係支援 Sony LDAC 格式嘅。咁如果支援 Sony LDAC 格式嘅話，你買翻支援 LDAC 嘅耳機呢，咁就可以聽到類似無損音質嘅一個藍牙格式㗎啦。咁所以藍牙制式呢，就好影響到你用藍牙耳機聽歌出嚟嘅音質如何嘅。咁 Apple 就算佢係用 AirPods Pro 等等啦，咁佢藍牙制式都係比較舊嘅。咁所以呢，你如果係聽無損呢，佢官方亦都寫明係唔支援無損嘅。咁所以現時你可以用藍牙耳機聽到最高嘅音質呢，就要行呢個 aptX Lossless 嘅一個格式，即係用 Android 啦。好啦，咁呢個就係我推介大家用藍牙耳機聽到最方便無損音質嘅方法。我係 Taylor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